親愛嘅，你有冇發現，當我哋真心感恩嗰一刻，財富嘅流動係最自然、最順暢嘅？今次我破天荒用廣東話去錄一個財富冥想篇肯定句俾大家。當大家準備好，我哋可以一齊閉上眼睛，細心聆聽我以下嘅句子。首先，我哋先深深咁吸一口氣，然後慢慢地呼出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，好輕鬆咁由四方八面，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都越嚟越廣，而且會好樂觀地一直維持落去，會好樂觀地一直維持落去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，好輕鬆咁由四方八面，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，好輕鬆咁由四方八面，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，好輕鬆咁由四方八面，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，好輕鬆咁由四方八面，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，好輕鬆咁由四方八面，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，好輕鬆咁由四方八面，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，好輕鬆咁由四方八面，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，好輕鬆咁由四方八面，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
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好輕鬆咁，由四方八面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好輕鬆咁，由四方八面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好輕鬆咁，由四方八面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好輕鬆咁，由四方八面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好輕鬆咁，由四方八面好迅速咁向我湧過嚟，金額越嚟越大，來源越嚟越廣，而且呢一種樂觀嘅情況會一直維持落去。同時，我都好容易咁將財富一直累積。我好開心，好感恩，有大量嘅金錢好輕鬆咁，由四方八面。太過嘈雜，你係咪成日都覺得世界太過嘈雜，需要一啲屬於自己嘅寧靜時刻？你係咪對聲音、情緒同埋細微之美有着比別人更深嘅感受？我係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一個陪你走過黑暗隧道嘅療癒師。如果你嘅答案係 yes， 咁呢度可能正係你一直喺度尋找嘅角落。喺呢一個頻道，我哋唔需要多講雜音，只係分享令你內心安靜落嚟嘅內容，關於自我接納、情緒共鳴同埋靈氣嘅冥想，以及點樣喺呢個快節奏嘅世界入邊守護你嘅敏感同埋獨特。呢度冇批判，只有理解同埋陪伴。我邀請你喺呢個星期日早上8點鐘，留俾自己一份安靜嘅禮物，讓每周嘅開始先與自己溫柔相遇。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，我們相約每周日嘅寧靜清晨見。我係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一個陪你走過黑暗隧道嘅療癒師。拜拜。